嗨，大家好，我是坦评书。今天是2025年4月1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我们先看北京日报它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告诉我们炒股的下场当然了，也不能全说是炒股导致的。这标题叫一男子炒股亏损，妻子二胎后担间谍。4月13号，国家安全部公布案例，重磅案例，说迷失的骄子聂某某部门公职人员，他熟知保密规定，却处心积虑出卖情报牟利，因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个聂某毕业于一流名校，曾自诩天之骄子，国之栋梁。然而中年之际却诸事不顺。怎么不顺呢？1年前热衷炒股的他，因盲目启用股票杠杆，导致巨额亏损。同期在单位处长选拔中落选，心生怨气，加之妻子怀上二胎，家庭开支骤增，聂某经济压力很大。为缓解经济压力，满足贪欲，聂某竟萌生向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出卖情报牟利的罪恶念头，铤而走险，踏上歧途。一次，聂某出境开展公务活动，抵达境外后，他同机与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公开邮箱联系，在短4个月内，聂某向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出卖文件30多份，其中绝密级文件1份，机密级文件25份，秘密级文件2份。你看炒股失败导致的悲剧它虽然有几个原因综合的，炒股单位选处长没选上，妻子怀二胎，家庭开支骤增，压力大，归根结底实际上都是因为热衷于炒股，盲目启用股票杠杆。而且说得很清楚，1年前开始炒股的，1年前什么时候？去年9月份，那不是大牛市吗？可赶上这一波了，而且加杠杆上，结果杠杆折了，人也折了。在我看来，这就是没有看我节目的，甚至有的人看了我的节目不相信，觉得自己是特例，应该可以去试一下。咱们每天在这个节目里面苦口婆心的劝，回头是岸，早割早受益。现在不要玩天之骄子，国之栋梁。到了这个胡适，你想想，胡一进也能怎么样？胡一进炒了将近2年了，那也现在恐怕还是赔钱的。他进的点位很低，他在底部2800点，他还抄底了，赚到钱了吗？每天提心吊胆。所以还有人居然通过炒股想赚钱，想发家致富，简直做梦。没有发家致富，反而导致什么？家破人亡。这个例子是比比皆是。也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没有看见谁炒股赚钱的，倒是看见很多因为炒股而家破人亡，走上歧途。没见过谁赌博能赚钱的。所谓的赌王指的是开赌场的，不是去赌博的，这个一定要搞清楚。没看见哪个赌徒是发家致富的，只看见那些赌客倾家荡产，身陷囹圄，不能自拔。你看北京日报今天报道的，这个不是编造的。关于胡适上一周接连4天反弹，加上特朗普目前看似乎是缴枪了，在关税战这儿贸易战，那是不是下一周胡适就会高歌猛进？这个不一定，因为上一周连续4天这个反弹，大家心里要有数。他是怎么谈的？我在上一周因为是敏感时期，也不想多说。实际上它是一个多方协同，有人在协调，要力保跟特朗普这个关税战中，咱们的资本市场也保持稳定，不能因为跟特朗普关税战而导致暴跌。所以这里面大家就知道了，也应该是有看不见的手在运作。有联合早报他一篇文章叫大国交易所拒报限制股票卖出上限。这我在上一期或者前几天节目都说过了，你这个券商、基金、国家队、社保基金，他都会要求你不能净卖出。当然具体怎么要求咱们只是猜测不能净卖出。我今天卖了1个亿，那你得买1.2个亿，这样你还是买入2000万的，就这个概念。你不能说卖出2个亿买1个亿，那你就净卖出1个亿，那是不行的，那就属于做空。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说这个抛盘很轻，散户管不着，散户只能引导，一引导散户一看跌不动了，他就会反弹。他这文章说，上海、深圳综合店监管层据报为投资者设置每日卖出的股票上限，在以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中维护股市稳定和公众信心。据路透社报道，4名知情人士在星期五4月11日说，
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冲基金和大型散户投资者设置了每日净卖出软性上限为5000万元，这净卖出就你不能超过5000万。该限制主要通过券商口头警告形式执行，窗口指导。2名券商消息人士表示，不遵守规定的交易账户可能会被发布该指令的证券交易所暂时冻结。此外，路透社查阅于星期四，也就是4月10号发出的通知指出，券商已被要求密切监控私募基金和大型散户投资者的交易行为。通知指出，目前投资者每日净卖出限额为5000万元，如市场再次大幅下降，限额可能进一步下调。对于这项限制，一名不具名券商表示可以理解，毕竟没人愿意违背国家意志。所以你说你美的的股市能比得了吗？路透社报道，未明确限制对象为境内交易者，但沪深交易所无法通过直接暂停境外对冲基金或散户投资者账户进行的监管。为应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的高关税冲击，大国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国内股市，包括上调保险资金入市比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增持科创和股指基金、鼓励上市公司宣布增持回购等。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稳定股市举措，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股市免受全球市场大规模抛售的影响。在过去5个交易日，沪指上涨 1.4% 至328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1.13% 至20914点，这个完全符合咱们的预期。这就是看不见的手在托市，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它不会持久的。这个市场不能永远这么搞下去。所以说下一周一旦关税双方贸易战这种气氛一旦下降，看不见的手恐怕就要撤离。那个时候恐怕是金融消费者整个市场是真正的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怎么看待贸易战，那么资本市场恐怕还会有所反应的。大家还是要小心，不可掉以轻心。说到这儿，咱们还是不得不再聊一聊特朗普的贸易战、关税战。特朗普昨天宣布对手机、平板电脑、半导体、电子什么产品部分免除什么对等关税。有记者问他在飞机上好像要去参加什么看什么比赛，记者问他，那你是不是对中国的商品要进行豁免？特朗普说，你们等着，星期一告诉你们。美国媒体又有报道说，4月13号，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美国总统特别任务特使格雷内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与中国进行谈判，从而找到摆脱贸易对峙局面的出路至关重要。该特使声称，至于中国，特朗普总统向我们展示了他既能对中国施压，同时又能与中国对话的这个能力。你看，这叫唾面自干。几天前他说了，你全世界哪个国家都不能反制，谁要报复加关税，美国再反加过去，而且专门说大国如果要反制加关税，特朗普关闭一切谈判的通道，不再跟你谈判。结果你说这自己一巴掌呼的，这个对特朗普来说没有任何心理压力，他就是随口这么说。现在又希望要跟大国对话，但这是好事，大国应该抓住机会要跟他对话。只有当你实力强大，并且能够阐述支持美国优先的论据，那么美国民众就需要你去进行对话。很显然，说美国刚豁免部分商品关税，又出来对我们喊话，表示要与大国进行谈判。美国这一立场的转变呢，能说明什么呢？说明特朗普把关税战推到了极致。自没有达到目的之后，美国正在回调政策，也就是说好听一点，特朗普是知错就改，马上就改。他不是那种撞了墙的南墙也不回头的。特朗普自己打的比喻，前面一堵墙，我得绕着走。所以他确实不是那种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美国有点扛不住了。这个大国外交部一直说，态度非常明确，就是贸易战打我们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这特朗普给人感觉就是敲诈勒索，没事先打3竿子再说，有枣万一能打下来枣，这不就占便宜了吗？没打着枣就算了，反正他也没损失什么。他就这种态度，给全世界开了个高价，漫天要价。原以为还有人会坐地还钱，确实有一些国家马上向美国表示臣服，扛不过。但是这个时候大国坚决反对回击，特朗普只好贸易战推迟3个月。你看现在对大国要对电子产品，这个占大国对美国出口额的20%多啊，就将近1/4，这上面又免除对等关税。不有很多人说大国不应该反击吗？你看看全世界的豁免了，就你反击，实际上你要反击了，你不反击，你连这20%的或者是1/5的这个商品你都得不到豁免。当然现在谈判正好，双方都有台阶下，赶紧谈判，借坡下驴啊，没有必要硬挺。特朗普他现在心心念念的就要制造业回流美国。
国。我看央视那个记者叫徐德志的，他说他在特朗普那个大厦那下面商店啊，发现里面有很多小产品、纪念品都是中国制造，但是为了掩人耳目，故意用标签把产地给它贴上了，掩盖一下，此地无银300两。大家看视频。大家好，我是徐德志，今天呢是4月12号，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纽约市的第5大道著名的购物区，而我的身后就是特朗普大楼。那今天呢，我就想进去看看，在特朗普大楼里面的纪念品商店的货物里面，到底现在还有多少是中国制造的。进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审美真的非常的特朗普。我的身后就是特朗普的商店了，走，我们继续看看吧。很显然，这边的呢就是美国制造了，大家可以看到大大方方的把这个小牌子给贴出来了。还有越南生产，特朗普的飞机，这个是特朗普的杯子，看这个背后啊 ，Made in， 大家其实从这个上面可以看出来，它背后还是盖的 China。我发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我发现它的所有的杯子这个后面好像都是把制造产地给盖起来了。这个水壶40刀，你看，如果把这个商标拿掉之后，你就能看到了。我从特朗普的这个商店里出来了，可以总结一下，其实这个里面呢有它的商品的产地来自很多地方，那衣服呢很多呢是来自越南，然后呢也有部分是美国国产的。那除了这些东西呢，小物件呢基本上呢都是中国生产。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商店里面，很多的 Made in China 的这个标牌被它的价签给盖住了，然后呢故意不让你看到它是在中国生产的。哎，这个让我想到一个中国成语，叫啥来着？叫演什么到什么来着？所以啊，从特朗普纪念商店就能看出来，制造业的全球化其实是必然现象。要想让这些制造业全部回到美国，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从手机到计算机，再到这些小纪念品，甚至到特朗普那个就是特朗普一句顶1万句那个帽子，对吧？都得大国生产，林林总总这么多东西，你说一下有哪个国家给它替代了？确实短期内很难做到，即便能替代，也要很长时间。那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美国的消费者受得了吗？这价格要飙升，所以希望特朗普这不靠谱的这个团体赶紧收了神通，赶紧谈判，在关税这一块不要这么冒进，不是说不能加啊，就是适当的你要是加一点，这个其实可以理解，双方博弈。但是你加多了，而且你加的范围广，全世界加，而且加关税这么加，100%的加，几十的加，这就是贸易战争，这就是战争，这个就是不想好，这个就是掀桌子摔盘子的做法。我不是说美国它不能加关税，很多商品出于一种自我保护、自己美国利益的需要，针对部分商品加一部分税，这个完全可以理解。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为什么突然放弃对中国手机和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很多加征关税，这为什么会突然这么转变？也有消息说啊，是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在与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以及其他公司首席执行官多次通话之后，在促使特朗普总统放弃对中国手机和电脑加征关税一事上发挥了关键作用。纳瓦罗和卢特尼克被边缘化，且有消息来源称，纳瓦罗很可能会成为替罪羊解雇，也就是按我们的说法，纳瓦罗同志准备背锅吧，总得有人负责啊。纳瓦罗确实非常极端，反华排华。纳瓦罗的言论，他说中国杀死了100万美国人，你看都听得多耸人听闻吧。纳瓦罗为他的失败的政策在辩护，恐怕他已经预感到自己要背锅了。他说中国杀死了100万美国人，怎么杀死的呢？纳瓦罗在电视上抨击中国，说中国用致命的芬太尼杀死了超过100万美国人。他说啊，美国发动这个贸易战仅仅是想要一个公平。纳瓦罗声称，与此同时，正如你所知，也就是说众所周知，自2001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中国摧毁了6万多家美国工厂，窃取了500多万个制造业岗位。这个言论跟那个永远健康的万斯那如出一辙啊！也就是特朗普身边都是这种人，他能干出好事吗？当然了，这恐怕也是特朗普本人的想法。正因为特朗普有这个想法，所以他才招这样的人来啊，帮他落实。那现在
需要有人出去背锅，这纳瓦罗恐怕是背锅的不二人选。我们再看看这胡锡进老师这2天这个矛头是对准特朗普以及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给人感觉可能是胡锡进老师这2天就是用力够猛，他主要精力是在怼特朗普及小团体的上面，有点用脑过度，有点注意力不能集中，有点走神，所以似乎出车祸了，不能叫车祸，叫交通事故。大家看视频。我跟你说啊，我不会逃避，你要听话，多少钱我都给。我跟你说啊，我不会。这我在想，胡锡进老师一定是在边开车边在考虑怎么怼特朗普，怎么揭露特朗普这小集团，所以走神了。看见前面一辆车，人家刹车，他一怒之下就怼上去了，把前面那个车当做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坚决不让。怼完了之后，他才发现原来大梦方醒。听这个声音，我感觉应该是胡锡进老师。他说我会负责任的，这句话像极了是吧？这是干什么事完事之后，一个男的对一个女的说我会负责任的。胡锡进老师这个举着2手机在那儿，我能想象一下，他这恐怕是跟那个车主或者那个车那个驾驶员，要不然真正的这个车那个驾驶员恐怕跟那个车主不是一个人，或者那个驾驶员没有什么经验，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交通事故，所以打电话向这个场外观众，向这个场外请求热线帮助。特朗普在那给热线那头的人在那协商，我不会走的，我会负责任。大概这样的，我倒是建议，这个不是开玩笑，因为胡锡进老师他的退休金也2万多，应该是不少了。胡锡进老师也这么忙，经常开着车出去到处打听消息，看哪只股票涨，然后跟那些所谓的基金什么牛散啊在一起聚会，这些都是商务活动，还去什么对吧论坛等等，比较繁忙。加上胡锡进老师又是个文字工作者，经常要写东西，因为一写东西就要构思，所以容易走神，就老得想这个想那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胡锡进老师应该请个司机，像他这种情况，请一个司机1个月费用顶多1万块，全搞定，每天就给他开车，不会超过1万块的，全部能搞定，这样自己又安全，对吧？自己每天把主要精力放在怎么跟美帝斗争上面，怎么样守卫舆论边疆。首先他有这个需求，第二他能付得起这个钱，你对他来说不多啊。最主要的是胡锡进老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消费，解决了一个人就业，我认为这个是最有意义的。作为你天天口口声声的这那个的，如果你能解决3、5个人就业，这才叫为社会做贡献。如果每个人都说我能解决2、3个人、3、4个人就业，那这个社会不就好起来了吗？胡锡进老师应该带头。你说你自己把这钱抠着不花干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他每天他那自媒体收入得多少钱？退休金也不少，完了还年年增长。所以我觉得胡锡进老师花1万块钱招一个司机，那非常有必要。以前在单位有司机，给他配司机，对吧？那你现在退休了，自己给自己配个司机，不算浪费，也不算犯规，自己花钱怕什么？很光荣。这个又响应了政府的号召，你又解决就业，又刺激消费啊！人人都像胡锡进老师这样，这个消费是没有办法提升的。你看看他收入这么高，一年赚这么多钱，他每顿饭就吃那个面条加个蛋，那玩意你说你有什么贡献？胡锡进老师基本不消费，除了让他买个照相机，他也不愿意买。人体摄影事业一直没有很好的开展，所以我的意思是，胡锡进老师如其在网上跟特朗普小团体怼美帝，给咱们加油打气，不如来点实际的，自己带头去创造1、2个或者几个就业岗位，人体摄影搞起来。但胡锡进老师人体摄影一旦搞起来，那每天他得请1、2个模特，那不也相当于解决了就业吗？所以胡锡进老师最好是言行一致。好，这期节目我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